大佬冇燈嘅。中山買房揾 Terry 啊！我今期咧專門揀咗一個近期呼聲比較高嘅東區萬科金域中央嘅筍盤單位，俾大家去睇一睇啱唔啱各位啦。咁呢個位選擇嘅一個核心點咧，就係第一個地段，呢邊係處於博愛路旁邊嘅一個樓盤，咁佢出行咧係比較方便嘅，去翻我哋嘅一個博覽中心啦。翻去香港啦，包括去深圳啦，其實呢邊一腳油門就可以滿足翻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嘅一個學校啦，佢呢邊嘅一個書包搭配嘅係我哋朗晴小學嘅一個書包嘅，就近分配嘅原則省一級嘅，所以呢個書包如果係有關注翻小朋友讀書，或者係考慮呢啲書包可唔可以帶嚟一啲相對比較保值嘅，相信呢個點你會關注翻。第三個咧就係佢嘅商業體啦，商業體喺佢周邊範圍其實已經覆蓋咗有5大嘅一個商圈。咁第一個最近嘅就係我哋 Coco City 富日城，包括到我哋利和廣場啦、遠洋大信啦，包括我哋萬象匯啦，都可以滿足翻嘅。即係再加翻依家嘅一個單價咧，其實係比之前平咗好多噶啦。早期買翻嚟25000嘅高峰，依家咧16000幾。咁我哋今期帶大家睇嘅產品唔係呢啲高層嚇，係後邊呢一度啲小高層。當時賣得非常火爆，一出嚟最快賣晒嘅就係呢一種136平方、1梯2伙嘅11層高嘅呢種小高層。專登就排除咗靠翻博愛路呢一邊嘅，揀翻咗喺中間位嘅一個單位，帶大家去望一望。咁再實地咁樣睇下格局，你中唔中意就上去啦。嗱，OK 啦，入翻到呢間屋咧，先講講數據啦，136個平方嘅，咁總共係4房。咁我哋開翻燈先。大佬冇燈嘅，呢個正常啊，因為點解？因為間屋未入住過嘅，真係妥妥嘅次新房。但係唔緊要，先俾你哋直觀咁樣睇翻下個採光先嘅。咁我哋可以睇翻到入到門口呢一邊個玄關位啦，佢係做咗呢啲櫃喺度嘅。佢本身就屬於開發商嘅交標，所以咧你買到翻嚟咧拎包入住唔到啊！你要買翻啲家私家電先 OK 嘅。喺大陸度，如果你要配置翻全屋嘅話，大概可能5到6萬蚊到啦，就可以 OK 嘅啦。咁佢係屬於1梯2伙嘅一個設計嘅，就帶埋樓梯啦，所以佢呢個係屬於小高層加1梯2伙低密度嘅呢種住宅。咁同樣可以先睄一睄個景觀啦，佢係屬於南北都可以做到對流啦，雙陽台嘅。咁先睇到呢一個136平方咧，佢做翻咗嘅一個格局，其實都係比較見使噶啦。咁北面呢一度係北面啦，前面就我哋嘅一個博愛路，然之後呢一個就屬於園林嘅一個景觀。其實望翻下啦，都可以睇翻到嘅。隔離係早期之前賣得比較 hit 嘅一個保利君悦，相信依家睇緊視頻嘅你應該之前都有刷到過嘅，屬於新規則，實用率比較高嘅。但係當時賣咧應該要賣到22000到23000佢139平方嘅。咁依家我哋依家呢個單位嚇單價基本上係1.6度嘅次新房，當時買翻嚟2.5度咁樣上車嘅。咁另外呢一邊嘅一個位置咧，可以再望一望呢條罅嘅位置，嗰度咧係隔離其實係起緊一個豬肉婆嘅。豬肉婆佢嘅一個主體建築已經建好咗㗎，呢塊地咧就唔係豬肉婆，係隔離嚇，依家啱好俾我哋呢棟樓擋住咗。但係豬肉婆咧佢係延期咗去叫做去開市嘅。咁具體有乜嘢最新嘅動態再關注翻啦，後面再同大家去更新翻。咁先睇翻下戶型，戶型呢邊嘅話咧，佢其實呢一個戶型當時賣得好，除咗小高層啦，叫做係1梯2伙啦，低密度咧，佢仲有一個點就係佢嘅呢一個廚房位，佢係7字形，房度雙開門冰箱，跟住配備咗呢一種方太嘅一個3件套俾翻你嘅。呢個應該唔係洗碗機嚟嘅，呢個係消毒碗櫃。咁呢邊帶翻個窗啦，走翻通風啦，就目前所見即所得。跟住睇翻下呢一邊個戶型啦，第一間房，每間房其實都唔細，呢間房咧10個平方多啲，但係佢嘅優勢點咧係可以直接出翻到陽台嘅。其實呢個樓盤佢總共嘅年限咧大概就係3年多啲嘅一個時間，所以佢係好新嘅一個樓盤。以前做到有6米幾嘅呢種陽台就好流行噶啦，咁亦都係改善嘅標配啦。咁下邊呢個位置綠色嘅位，之前係售樓部嚟嘅，
咁佢依家就預留翻變咗啲俾小朋友玩嘅一個空間喺度。整個園林嘅一個樓間距咧，其實距離嚟計，我哋依家應該有接近50米吧，應該差唔多吧。大概呢個距離啦，反正比龍湖香山仲要相對個距離要遠翻少少啦。咁右手邊就會望翻到佢嗰邊都係萬科金域中央嘅一個樓盤啦。佢游泳池加上佢嘅小區園林係足夠大嘅，只不過係呢一邊咧係屬於小高層，所以點解當時賣到25000一個平方就係咁解啦。咁後邊呢一個位置3間房，咁佢3間房咧其實就係唔似翻傳統樹廳咁樣有好多進深嘅位置去浪費，你會見翻佢嘅工位啦，旁邊搭配到嘅呢一個房間係最細嘅啦，但係佢亦都有8.5個平方咁上下嘅。咁佢呢一啲房基本上每一間房好似10個平方或者11個平方度，佢嘅飄窗位都係直接打晒俾你去用。咁如果換轉3年前做到呢一個設計，我覺得係 OK 嘅啦。主人房帶咗套廁嘅呢一個位置，可以做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衣帽間，或者算唔上衣帽間啦，你起碼做個衣櫃係冇問題嘅。咁佢呢一種設計咧，就係俾翻你去分開咗整個房間嘅一個佈局。你呢度放2米嘅床，放多2個床頭櫃，一啲問題都冇。跟住呢一個位置做翻一個儲物嘅，或者係做翻一個化妝台都 OK 嘅。所以你話如果喺翻東區，你哋又啱好要關注翻一啲地段嘅，講究翻 location， 一定要方便，又要有好嘅呢一啲書包嘅，冇問題。呢個樓盤可以重點睇睇，因為佢嘅呢一個樓盤咧有個位置，其實喺呢度可能睇唔到啦，有少少紫色嘅個位置，一陣我哋落翻去影到俾大家睇，個就係屬於我哋嘅香山小學。香山小學咧係屬於目前中山入邊定調到省一級嘅呢種書包資質。咁如果你哋話買二手房，又要有現樓嘅，又要次新嘅，又要滿足翻相對比較保值嘅學校，係比較急需要搭配翻俾小區嘅。我哋做開二手啦，就賣咗好多二手。咩小區嘅價格保值呢？學校好嘅，咁哪怕你以後買翻到呢邊賣翻出去，佢哋都會關注翻。咁所以想了解更加多中山嘅一啲二手筍盤嘅，可以先點個關注啦。咁如果今期嘅呢一套萬科金域中央感興趣嘅，你哋可以喺下邊評論區直接點翻我個 like 去連接翻我。咁我哋可以將更加多嘅二手筍盤去俾到大家做推介嘅。咁今期我哋先影到呢度，我係中山本地博主 Terry，我哋下期見。